呢一集會講解2018年 DSE Geography MC 第40題。個題目嘅意思就係因為 global warming 全球增溫而帶來呢啲損害。因為 global warming 地球嘅溫度就上升，喺北極同南極啲冰川就開始融化，溶咗個水就流返去個海度，令到海水位 sea level 上升，就會淹沒咗一啲好低嘅國家，例如嗰啲 island。選項一啱。選項二應該係 increase in short-term freshwater supply， 因為嗰啲冰川融化就會釋放返啲淡水資源出嚟。喺短期內我哋會有更多個淡水資源，但長期繼續俾個冰川融化就會減低咗我哋未來嘅淡水資源，因為冰川溶咗嗰啲水流咗喺個海度，就好難回收返做淡水嚟用。選項三，熱帶疾病擴散係會發生嘅，因為本身熱帶疾病喺低緯度嘅地方，但係全球增溫，高緯度嘅地方都開始熱，就會適合熱帶疾病擴散去到高緯度嘅地方。所以呢題選項2同3啱，答案係 D。